以斯帖記第6章，王賜末底改榮譽。嗰一夜，王瞓唔着覺，吩咐人攞歷史書，就係史籍，讀俾佢聽。發現書上面寫住，王有2個守門嘅太監辟探同提列，想要下手害亞哈隨魯王。末底改告發咗呢件事。王話：末底改做咗呢件事，有冇賜俾佢乜嘢尊榮或者高位呢？事後王嘅臣僕話：冇賜俾佢啲乜嘢喎。王話：邊個喺院子裏面？嗰陣時，哈曼正進入王宮嘅外院，要請王將末底改掛喺佢所預備嘅木架上。王嘅臣僕對佢話：看啊，哈曼企喺院子裏面。王就話：叫佢入嚟啦。哈曼就入去。王對佢話：王所喜愛要賜尊榮嘅人，應該點樣對佢呢？哈曼心裏面話：王所喜愛要賜尊榮嘅人，除咗我，仲有邊個呢？哈曼就對王話：王所喜愛要賜尊榮嘅人，應該將王所着嘅黃袍攞嚟，牽咗大官嘅御馬，將黃袍同埋御馬都交俾王一個極尊貴嘅大臣，吩咐人將黃袍俾王所喜愛要賜尊榮嘅人着上，令佢騎住御馬走遍城裡面嘅廣場，喺佢面前宣告：王所喜愛要賜尊榮嘅人，就係咁樣對佢啦。王對哈曼話：你速速將呢個黃袍同埋御馬，照你所講嘅，向坐喺朝門嘅猶太人末底改去做，凡你所講嘅，一樣都唔可以缺。於是哈曼將黃袍給末底改着上，令佢騎住御馬走遍城裡面嘅廣場，喺佢面前宣告：王所喜愛要賜尊榮嘅人，就係咁樣對佢啦。末底改仍然返到朝門，哈曼卻憂憂悶悶咁樣蒙住頭，急忙返咗屋企去啦。哈曼將所遭遇嘅一切都講俾佢妻子細利斯同佢所有嘅朋友聽。佢嘅智囊團同埋佢嘅妻子細利斯對佢話：你喺末底改面前開始敗落啦。佢既係猶太人，你一定唔能夠勝過佢，終必喺佢面前敗落。佢哋正跟哈曼說話嘅時候，王嘅幾位太監嚟咗，催哈曼快啲去赴以斯帖所預備嘅宴席。